今次咧就係兩個拍籤，兩個都唔係鼻音，但係兩個都將自己變成鼻音，跟住黐埋一齊。Hello，안녕하세요，람무입니다。大家好，我係람무啊。歡迎大家嚟到呢個韓文發音規則第二課。咁呢一個發音規則嘅系列入邊呢，我就會一連3集咧，同大家去分享一啲我覺得學韓文發音嘅時候，大家需要知道嘅知識啦，同埋一啲大家初級嘅時候會接觸到嘅一啲發音規則嘅。咁今集就係第二課啦。上一集咧，我同大家去了解一啲發音規則必須要知道嘅知識啦，同埋一啲發音規則表嘅，幫大家打好咗個底啦。咁今集咧，我就會正式同大家學一啲韓文初級會遇到嘅發音規則啦。咁就係呢一個基本連音規則、鼻音同埋流音嘅。咁我哋事不宜遲，即刻落去基本連音規則咯。咁基本連音規則第一個就係咧，當呢一個拍籤遇到後面嘅圈ing嘅時候，要將呢一個拍籤咧撥到去後面嗰度發音嘅。咩意思啊？好啦，咁我哋睇下呢個例子咯。見唔見到佢下面咧有個 K， 但係後面有個圈喺度啊？咁即係話佢呢個 K 咧要黐去後面。本身呢3個字分開讀咧係莫喲，但係遇到呢一個基本連音規則嘅時候，莫嘅嗰個 K 音啦，要黐去後面個圈嗰度，就變成莫個喲，即係食嘅意思。莫個喲，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咧？我教大家拍籤嘅時候有講過啦。呢個圈咧，如果放喺收音、中音拍籤嘅位置嘅時候咧，佢係讀音 ng 音但係如果係放喺第一粒子音嘅時候，即係而家呢一個 case 啦，其實佢係代表冇發音嘅，即係其實我哋只要需要咧發呢個母音就可以啦。That's why 點解前面呢一個收音要黐去後面呢個圈度咧？就因為佢係只有母音冇子音嘅存在，所以我哋就要將呢個 K 音掉去後面，變成莫個喲，而唔係莫喲啦。莫個喲。咁喺學完第一個連音規則喺度賣下廣告先啦。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同我學多啲韓文嘅知識嘅話咧，歡迎去了解一下我嘅屬於香港人嘅韓文初級班啦。我哋都不定期會有嘅優惠俾翻大家嘅，詳情可以睇翻概要欄啦。另外咧，如果大家唔係好記得40音，唔係好記得拍籤啊呢啲咩嚟嘅話咧，歡迎可以去我呢一個韓文40音入門嘅呢一個系列嗰度複習下先嘅。咁係一個免費嘅教學，大家可以去溫下書先嘅。好啦，咁翻嚟，我哋再睇多啲字咯。咁第一個例子咧就係呢個啦。咁如果分開讀係咩咧？佢分開讀咧係it喲，但係咧你會見到下面兩個人仔啦，係呢一個收音啦，接住後面係一個圈喎。咁即係話呢兩個人仔咧搬去後面個圈嘅位置，變成있어요，寫係it喲。但係讀咧要讀있어요。第二個例子同樣地啦，分開讀佢係맞요，但係當下面個拍籤接觸到後面個圈嘅時候，我哋咧要讀맞아요。總之見到個圈前面有個拍籤，你一定要將個拍籤掉去後面個圈嗰度讀啦。再睇下個例子啊，上面第一個寫嘅時候咧係讀出嚟係咩咧？大家試下拼下，係啦，讀出嚟咧係알았어，就係咧個 L 掉喺後面啦，兩個人仔又掉喺後面，變成알았어。下面莫讀嘅時候咧，我哋讀먹었어，有圈有拍籤要掉去後面，不停咁樣掉去後面就得噶啦。咁其實頭先俾大家睇到呢幾個例子咧，全部都係初級經常會出現噶啦。咁其實讀多2次咧，大家都唔需要拼噶啦，大家都會記得噶啦。好啦，咁跟住落嚟咧，連音規則再複雜少少嘅時候，即係話咧，如果下面咧佢唔係一個拍籤，係2粒子音組成嘅拍籤，要點算咧？咁喺呢個狀況之下咧，我哋只需要將比較近圈嗰一個字音掉去後面就可以啦。譬如話上面呢一個例子啊，上面呢個例子咧黐埋一齊讀嘅時候咧就係읽어요，L 音留喺第一粒字嗰度，
將個 K 音掉去後面個波波嗰度，就變成읽어요。第二個例子同樣地啦 ，L 同埋 B 兩個子音啦，咁我哋 keep 翻 L 喺第一個字嗰度，跟住將個 B 掉去後面個波波嗰度，就變成짧아요。繼續咯，之後再嚟一個例子啊，呢一個係앉아요。第二個例子맑아요，大家會見到呢，近波波嗰個掉過去，唔近波波嗰個留翻喺第一粒字度就可以啦。都係嗰句啦，頭先呢一堆例子呢，都係初級入邊呢經常會見到嘅字嚟噶，所以呢，第一次讀嘅時候，大家可能就要理解一下啦。但係之後嘅話，你見到嗰粒字之後，你就要識讀읽어요、앉아요、맑아요，就唔需要再 load 噶啦。好，咁理解咗呢一個普通嘅連音規則，即係見到有波波前面有拍籤，將個拍籤掉去個波波呢一個規則之後呢，我哋就嚟呢一個鼻音化啦。鼻音化係咩嚟嘅呢？係好啦，睇翻呢一個表啊，我哋第一集都有解釋過呢個表係咩嚟嘅。鼻音化嘅意思就係話呢一個 PTK 組下面嘅呢一堆拍籤啦，當後面佢哋遇到 N 同埋 M 鼻音嘅時候，佢哋呢一堆拍籤呢要全部轉晒做鼻音，即係呢個發音方式嘅改變嚟嘅。咁即係咩嚟嘅呢？咁我哋睇下啲例子啊。鼻音化其實呢就係呢一個發音方式嘅改變啦。咁呢個表呢，就意思就係話，如果下面嗰一堆拍籤遇到後面個字嘅字音呢係有鼻音 N 同 M 嘅時候呢，佢哋呢一粒拍籤呢就要將自己變成自己嘅 group 入邊嘅嗰個鼻音，去黐住後面個鼻音。例如話啦，雙唇音打動嗰度 P 嘅嗰一堆字音呢，後面遇到 NM， 咁嗰一粒 P 呢都要讀 M 音，同一個 group 入邊嘅鼻音。咁再睇齒齦嘅打動呢一度啊，呢一堆 T 啊 S 啊呢一堆字音，如果後面嗰粒字嘅字音係 N 同 M 鼻音嘅話呢，佢要將自己變做鼻音，黐住後面粒鼻音。咁同樣一個最後 K 組啦 ，K 嘅呢三粒字音呢，當後面遇到 N 同 M 嘅時候呢，佢又要將自己變做 NG， 去黐住後面嗰粒鼻音。總之呢個鼻音化呢，就係當呢一堆拍籤自己唔係鼻音，後面黐住粒鼻音，佢就將自己呢變成自己同一 group 入邊嘅嗰個鼻音呢，去令到呢個發音更加 smooth 嘅。咁啊呢個發音規則呢，喺廣東話入邊冇啦，但係韓文入邊呢，係經常見到啦。呢個發音規則呢，對於講廣東話嘅我哋嚟講呢，我哋唔明點解佢要咁做啦。雖然啲韓國人話因為咁樣發音會容易啲啦，咁但係 anyways 佢哋係咁樣，我哋就跟住一齊讀啦，係咪？係啦，咁我哋嚟睇下啲例子啊。第一個國內啊，국내，你會見到佢個 K 音咧會變成 NG 嘅국내。第二個한국말，你見到第二個國字嘅 K 音咧變成 NG 音。跟住第三個앞문，本身咧係前面咁解啦，앞문即係前門咁解，앞문。跟住옛날，好啦，咁鼻音化咧，除咗係頭先第一個規則，係咩啊？前面嘅收音，前面嘅拍籤遇到後面係鼻音嘅時候，前面嘅拍籤咧會將自己變成鼻音去黐住後面嘅鼻音，係咪？咁第二個鼻音化係咩嚟嘅咧？第二個鼻音化比較特別嘅咧，就係前後兩個都唔係鼻音，但係咧佢哋兩個會將自己變成鼻音，去同隔離嗰個黐住一齊。咁呢個鼻音係點樣轉咧？咁我哋睇下呢個規則先啦。呢個就係話 P 組啦，雙唇音嘅 P 組啦，同埋 K 音組咧，軟腭啊喺後面嘅 P 組嘅音同埋 K 組嘅音，如果遇到後面嗰個字音咧係 L 音，即係所謂嘅流音啦。咁你見到同 L 音同一個 group 入邊嘅鼻音咧，其實係 N 嚟嘅。你見到喺下面上去直上咧，鼻音係 N 音嚟嘅。咁點樣轉咧？就係 P 會變成 M 啦 ，K 會變成 NG 啦，然後後面嗰一粒 L 音會將自己變做 N 音，跟住佢哋一個咁樣黐，一個咁樣黐就黐埋一齊，兩個都變成鼻音。係啦，前面嘅規則咧就係只有前面嗰粒拍籤變成鼻音啦。
今次咧就係兩個拍籤，兩個都唔係鼻音，但係兩個都將自己變成鼻音，跟住黐埋一齊。咁啊睇下啲例子啊，睇個例子，大學路대학로一個學字嘅 K 音同個路字嘅 L 音遇到一齊嘅時候，佢哋變成대학로 K 變成 NG L 變成 N。第二個獨立咧，佢哋唔係讀독립，佢哋讀통립。跟住第三個咧，合理嘅韓文咧唔係合理，係합리。B 音變成 M 音 ，L 音變成 N 音，합리。仲有一個吸拉麵啊，杯麵컵라면。係啦，咁我四個再讀一次啊，대학로 독립 합리 컵라면。咁咧呢一啲鼻音化嘅規則咧，對於我哋嚟講就唔係好 make sense 嘅，所以咧我嘅建議咧就係讀多啲，聽多啲，讀多幾次咧，你就會自然而然地咧去熟習咗呢一啲嘅規則噶啦。好啦，咁跟住咧，最後一個係流音化咯。流音啦，頭先已經講咗啦，流音係 L 咁嘅意思啦。咩叫流音化咧？流音化咧係 between 呢個 N 同 L 嘅遊戲嚟嘅。當 N 同埋 L 佢哋遇上對方嘅時候咧，兩個都會變成 L 音。就係咁啦 ，N 同 L 遇上，兩個都變成 L 音。咁咧有一啲好少嘅情況之下咧有例外嘅，但係90%咧都係咁樣記噶啦。所以咧初級嘅大家只要知道 N L 遇上要變晒做 L 音。咁啊嚟睇下啲例子先啦。譬如話咧一年，我哋讀 1年，後面個 N 音咧唔係讀年嘅，係讀年，即係韓文咧就係1年。跟住第二個例子，室內嘅韓文咧係讀실내。你見佢寫出嚟咧個內字都係 N 音開頭，但係讀出嚟咧會讀실내。跟住第三個呢個係刀人嘅意思啦，鬼滅之刃귀멸의 칼날就係呢個字嚟嘅，係啦，咁佢就會讀칼날。跟住原來佢哋會讀원래就唔會讀원래嘅。跟住咧之後新羅咧韓文會讀신라，即係第一個 N 音咧會變埋 L 音신라。跟住聯絡嘅韓文咧唔係讀연락，係讀연락。係啦，咁我讀一次啊，由頭讀一次1년 신뢰 칼날 원래 신라 연락。 N 同 L 遇上，全部都要變晒 L。 大家咧要留意翻咧，因為廣東話人好多人都會唔識得分 N 同埋 L 啦，讀韓文嘅時候咧就盡量唔好讀錯 N 同 L 嘅發音啦。咁今集咧就同大家講咗好多關於連音規則、鼻音規則同埋流音嘅呢一個發音規則啦。唔知大家會唔會覺得有啲吃力，唔知我講咩呢？咁其實咧最緊要咧都係多啲練習啦，多啲睇啦，大家好快就會可以學到上手噶啦。如果大家真係覺得好辛苦嘅話咧，其實只要大概知道有呢一啲規則就可以啦。你學一個字就背一個字，都好過你夾硬要逼自己背，好似啲化學公式咁樣背咗佢。睇完呢一集咧，大家可以翻返去第一集睇下上一集嘅內容啦。當你而家再睇翻嘅時候咧，可能會明白我到底第一集點解會想同大家去分享嗰一啲知識嘅。另外啦，如果今集嘅內容幫到大家嘅話咧，記得去分享啦、訂閱啦、留言啦、讚好啦。跟住如果幫到大家嘅，幫我 share 俾你啲朋友啦。仲有啦，如果大家想跟我學更加多韓文嘅話咧，可以去睇下我呢一個專屬於香港人嘅韓文初級班。咁詳情咧我就已經放咗喺概要欄度啦。咁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